你的这个反应，我们就要先给他掌声。他并没有啊这样，他是很好的、很稳的走过来。来，请自我介绍。Jagan ipadaw la Jingulu, aku Ina di Mercedes, aku Kama di Idikilau. Mengatakan tusu Aadau, Masalus, Mali. 你们一定在等好戏啊！如果不谈提拔的衣服要很拜，对他有没有信心了？他改姓蒋的时候，他就有这样的心理准备。好，我们知道你都会读书了，但是我不晓得你其他有什么才艺。你要先机智问答，还是先表现才艺？我是表现才艺。好，先表现才艺，掌声鼓励。那我们很期待啊！你要表演什么？我要表现的才艺，因为我会蛮多国家的语言，所以我想要用各国家的语言来自我介绍。好，Al-Fasawakanta, Nasumbakananta, na Madana Itwa, Kaya Mandu, Sagaru, Aru, Jangan Kata, Akibakanta, Sana Madana, Skatarana, Kaya, 自我介绍呀。首先我就用最简单的不是最简单，我先从法语开始。法文。好。